好，分享转到现場，今日小雞盤太家己嘅咧，就係喜牛劇團咯。剛才啊有小雞到嘅吼，就係一隻上演就演喜劇節咧，就係當年就係第七年還係8年嘅時間為了舉辦咩。唔過啲啊喜劇地度吼，除咗係學校地度嘅社團，就是團長會在教一些社團之外，係唔係今年還有咧喜劇營，就是戲劇營咯。我们这次主要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说希望呢，我们其实从寒假就开始了，我们寒假其实就开了一个寒训营，然后成果还不错，然后后来就是想说，借由寒假的训练跟暑假的训练，先让这群小演员就是参加小演就演这群演员，他们彼此之间现在有一个熟悉。先要熟悉。你跟我的寒训营是本来就是话剧社的学员吗？没有，全部都可以参加。就是针对想演就演。哦，针对想演就演。对，就是你可能针对想演就演的学生来因为我们这次的训练是比较是专业的训练，我们是也是请就是现在就演戏剧节，就是以前的学长姐，然后现在就是戏剧系的，然后他们把他们的一些。学校学到的一些经验传承给他们，那比较多的是肢体上面的，就是让他们等于是有点操他们，等于有点魔鬼训练。周饼是吗？就是让他们知道，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默契，在这营队的期间内，因为演戏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需要默契，蛮需要默契，就是在这营队，在这几天的营队的时间内。让他们产生一些默契，就是一些共同患难的一些垃圾。不说要生了嘿，去给社团低度为类训练营，是不是？这不是对外开放的。哦，对，对，因为其实我们也在想要不要对外开放，就是其实对外开放对我们来讲其实也好，比如说我们还有，可是可能层级会不一样。对，但是所以我们想过，我们还是以针对，比如说戏剧节这一块，因为我们还是想要上一些跟外面一些，因为外面上的课程比较。轻松以游戏为主，因为主要是大家开心为主。对，但是其实我们的戏剧营是想教点东西的，搞点会懂戏本哎。对，比如说他们可能第一天他们回去就倒了，踢退啊，对，就很长，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说，透过这几天让他们真的学到一些真的是剧场的一些表演训练的课程，然后让他们真的在这个暑假的呈现。最后的呈现能呈现一个比较完美的呈现。因为有安尼歌场吼，你亲迷的时间吼，伫舞台当方这样会感通咩？因为你做按抖的东西，就是你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这么的辛苦，最后在谢幕的时候才有那种感动。张威迪都讲，怎么个行就袂叫，就因为正经的动辛苦，我腿都断了，我终于就为了演出这个角色安尼。不过像心仪啊，你刚刚没有讲到，就团长有讲到，唔要喺转去天数行到，就喺亚白上演就演戏剧节的学弟妹就抽嘅。你转去的时间，你要对，你做得高本底下就乜个东西咯。因为像喺理论啊、技巧呀部分可能团长就会搞嘅咩。那你知道你去甲转去？转去了拜，了拜转去就会搞。有一陣要設計有練過嘅，角色就抽嘅，角色有練過，所以禮拜轉去就教佢講，該角色係乜嘅個性，乜嘅個性，將頭擺應該就下單出嘅細妹，就會老佢講，用白人去上嘅。角色，就做一咧分享啦。你冇聽說哎老學姐我一樣，唔講硬係做得來分享一下，這樣時嘅心情很用誒，因為可能時代不一樣，可能他現在在演這個王小美的角色，有某種嘅心境沒有可能，就對了。古說唔轉去就會分享家到一類經驗就出嘅，你舞台當方應用嘅來應對啊應變，咩會搞家到？唔係就來做咧分享，就老佢講，啲那段嘅時間，老病人啲台風，啲台風嘅時間，用病人去對去講對戲啊嘛，對戲。不過呀，王團長吼，你去甲知道吼，就是有學長姐回去來搞呀，學弟妹來做一類經驗分享嘅話吼，係唔係對來搞？可能比你直接來教，可能還更有說服力，或更有一個不一樣的功能。他們回去其實教的是一種態度，他們對其實學弟妹是很嚴格的，比如說包含就是說
他们都会很，比如说他们虽然现在是大学，他们3不5时还会问说，比如说今年的学弟妹乖不乖？或者不乖要怎样？会不会需要我要不要回去骂人？哦，就他们对这个，因为做黑脸就抽给。对，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他们来剧团的一个过程，因为每个人都是透过话剧社来剧团，话剧社来剧团，然后他们会觉得就是说每个人对社团，其实他们到现在对社团还是有一种向心力哈。对，然后他们主要他们回去真的比我还严格，我都不知道他们会那么凶，比如说他们真的会凶他们觉得。比如说他们会看他们的态度，可能家到懂难事的时间会很好。对，然后比如说他们会觉得说，当初我们是怎么背剧本的，你们是怎么背剧本的？你们，比如说你。不过也还好伤哎，现在的学生不是最讨厌就是老一辈的人一直跟我讲说，我们当年。那是老一辈，对他们来讲其实没有老很久，你知道吗？对他们来讲，比如说他可能就大个2、3届，然后不会，而且他们其实对于学长姐，他们其实还是有尊敬的。对，他们会觉得，因为其实他们都看过学长姐的作品，比如说在学校，他们就比如说哇，这个学姐演得真好，他们一开始对这个学长或这个学姐，他们就会有一个期待，不然比如他们一回来，他们会看到哇，他真的来教我们，本尊呢，本人呢嘛。对，但是他们其实回去更重，因为他们其实更重要教的，我觉得是一种态度，就是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原来。学长姐他们对这件事情是那么认真的，我们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对，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可能到啦，加到迄可能到对面就成功诶，迄可能到诶。不过亚白好像唔甲他讲诶，有做咧演出的，就是各暂停靠亚在戏剧底度迄动作的故事呢，底度的故事底度还没包含呢。团众去改故事，因为这剧本都你自己写的嘛，所以你是凭空想象，喊黑妹有一类故事来源。其实我的故事因为其实我本身我以前也不是学编导，我本身是从事就是演员的部分，被我演的部分。对，那编导部分真的是从开始带他们之后，我才开始被逼着写。对，因为一开始写嘛，一开始因为想说自己写写看，一开始蛮多故事的，然后就是一直写到现在。变成是说，我好像这边说，我好像专职在这边编导，对，然后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我的故事有个特点，就是说，每个故事就是我跟每一些人相处的一个特定的故事，不管它是什么故事，可是就是说，这个故事是我跟这群人的回忆，那个故事是我跟那群人的一个故事，比较限定，对，就是每个角色出来的样子其实是比较不同，所以变成说我的故事是其实。第亚白耶希卡迪杜没可能到，在这一次的戏剧里面也会有你的故事吗？还是有什么的发想？这一次比较好玩的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跟暂停靠，我们这次是里面有3个小故事，对，那这3个小故事呢，其中一个其实就是跟那个。心仪有关系，对，是好事吗？觉得心仪要退场是不是？没有，其实这可能要讲到就是说，第4届小眼睛演戏剧节，他是第3届，他是3、4，他参加2届，那第4届呢，就是他演了一个角色，然后那个角色的那天刚好就是说，等于是他麦克风有问题，很可惜，就是他在最后面。独白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很关键的独白，按冲腰的时刻，最关键的时候，麦克莫上，对，然后用狠的吼，对，然后那天他麦克风有问题，所以变成说那一次很可惜的是，那个戏其实很好看，我自己就觉得很喜欢，然后他们也很喜欢，然后他们排练了很久，可是演完之后。却是其他跟别的学校比是最没有效果的，因为最后面关键他的独白，因为观众要看到最后面，他听完他的独白，他才能听得懂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清明哈，对，他的麦克风有问题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他又演老人，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他没有，他就装个老腔，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就有气无力的讲，然后观众就听不。心仪平常时有得罪蛮人黑吗？有没有按的？演完之后，其实他很难过，还是演出前没有拜拜？有。不是你演出之后，他其实因为那是他，听众会懂，那是他等于是高中阶段最后一次演出了。
他最后一次演戏，但是他却是以这种情况收场，其实很难过，他非常算是不成功哈。对他个人来，而且其实演戏这件事情就是讲，就是你自己的失误，可是你是会让整出戏都失误，所以看到黑呀鬼杂的，没有人会怪他，但是他会很自责，他会觉得因为我，然后所有人这出戏都没了，所以他那时候亮点就没他那时候很自责，然后很难过，甚至花了一整个夏天跟我学发声。就为了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再发生，对吗？黑哦。对，他开始练肺活量，开始练声音，他是真的来练。练的歌后就没发生过他怕将来再有问题，还可以用那个声音还够大。声乐的方式，对吗？不是说跟安尼经验老一辈的戏剧有冇个关系？有，就是这一次我的这3个故事里面，其中一个故事就是戏中戏。就是他原本的这个角色，原本那个故事，我把他抽到这个故事里面来演，让他重新挑战那个角色，重新挑战那个独白，让他圆他一次就是那个不完美。哇，你真挺有本梦团中懂到钱哈，就为了要圆你的梦，安内。没有，这也是我的梦想，因为我觉得上一次算失误，因为我一直希望他们能得到的是，他们在戏剧上面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然后得到一些翡亏啦，有些翡亏啊。对，然后其实那次的演出不成功，我看了我很难受啊，我也很难受，我会觉得，因为我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我知道他们努力了多少，但是演出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不是努力就能得到一样的代价。不说要生了黑前年的事情黑吗？前年了，是前年吗？因为第4我们中间其实有时间有断了1年这样子。对。不说也拜也新营有准批后吗？没有肺活量，还麦克还某伤的时间，没有攀反就抽呗。应该做得，应该做得就抽呗。因为劳动到的，因为也目标的工作吼，目标的洗头啊，咩清葱油啊，我老家就大家讲好吼，来彩排彩好，高休咧，你看迄个对你这个心理障碍没高希吼，尤其唔会走到，因为讲呀发的时间会有障碍吗？会啊，如果我很好上啊，我唔知弄人家嘅心情很用反应，我讲嘅是这个身体啊，还有一个讲法嘅嗓音啊，我用反应就冇买晓。故所以也拜有特别的准备就抽嘅。练琴。大家咧就做得好，第今年大世界好，即今年26还有27号好，就做得来看一下，加条精彩演出咯。刚才没有讲到的心仪，佢动到训练啦，佢作为动到上忙努力啦，吼，动到的大兵就抽嘅。所以呢，呢度还有乜个较共通型的故事咧，等下咱部分大家知哦，也下先来聊一下。